我当爸爸了，我当爸了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你们是病人的家属？啊，我是她丈夫。这是你们家事儿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不应该多这个嘴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怀孕？难道你连你老婆怀孕都不知道吗？你是她老公吗？我是她丈夫。母子平安吗？暂时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需要长期的休养。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公。怎么说？我当爸爸了，我当爸了。你在哪儿？去见一个比较重要的客户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今天是你生日。我不想了。礼物我已经买好了。晚上见。你醒了。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只要休整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我知道我伤害到你，真的对不起。那么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。不能没有孩子。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，爸爸。你是想说，艾小姐挺漂亮的吧？2个月前吧，有一天。他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，对了我笑一笑。后来我就请他进来坐了。过了2天，他就带着孩子来了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艾姐，不如你给我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吧？我看他不像没有情调的人呢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是，我想你做我老婆。他这个人挺大男人主义的，没什么情调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和你，和我们的孩子一起走下去，行吗？乃梦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林逸轩为他的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
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说。我想听。在此刻，我决定把我和爱宝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乃梦。看着乃梦无助的眼神，我无法去想象我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、每个字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我只是很清楚地知道，我必须要说下去，因为只有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她，才能让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感到一丝的宽慰。我对他压抑已久的愧疚，才能稍微的减少一点点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怀孕？难道你连你老婆怀孕都不知道吗？你是她老公吗？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公。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鸡翅就是上次那个样子吧？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我老公说你跟你儿子玩得可开心了，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我看，不如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要是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？我不会输的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怎么了？有点累了。你看他们俩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。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，你瞎组什么局啊？我也是好心嘛。他们2个都单身，而且挺合适的。那你们2个肯定有共同话题啊。这年轻人谈恋爱啊，你
别跟他瞎掺和。你要买房子？妈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爱宝，你们家都是你自己布置的吗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帮忙布置的。能不能带我上楼参观一下？那么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孩子也睡了，咱们走吧。